将到早。现在是正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六祖大经在前面已经甲咱各位解说甲正文第64页，解说甲正文第64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0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0节，就是解说甲自性平等，众生是佛。即马爱来说来解说一边就是自性邪险，佛是众生。你定心欲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得，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你定自心是佛，经无无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自心成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即嘛就是要来解说这段道理。这段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国因寺有一天食饱了，就来对因开示佛法。所开示的呢，就是众生甲佛的问题。在前面慧能大师开示真济啦，讲我现只是教恁来认识自心的众生，来看自心的佛性。想要来求佛，只要呢会当好认识众生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众生将佛性给买去，毋是佛呢将咱众生买去。所以自性若是当悟，众生就变成佛了。自性若迷呢，佛呢所变为众生。自性本来就是平等，因为是平等，所以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当然，在这个所在所讲的平等，是约理所讲。六祖慧能大师是一位已经得到明心见性的人，所以伊伫咧说法呢，始终呢，拢是站在伊已经明心见性这个立场来伫咧开示佛法。咱必须要把握到六祖慧能大师伊讲法的重点。假如若是无，为什么讲佛就是众生啊？那这个佛是众生，应该就是讲佛所证的菩提涅槃，甲咱众生所本具的佛性这是平等。用这个道理讲起来，那么佛甲众生这是平等一如啦，无什么款的差别。尤其是用咱现只是众生来讲呢，咱众生名叫做讲做如来藏在殿，这个殿就是讲殿就是讲这个如来藏性呢，去互咱众生的烦恼甲填掉了，甲拔掉了。也拿来呢，佛就在咱众生的五蕴心中，安尼就是叫做佛是众生啦。对这个意思，咱必须了解。咱今晚要说的解说，就是讲自性邪险佛是众生。讲咱这个自性若是邪险，也哪呢？佛就是众生。为什么叫做讲做自性邪险？咱即嘛先来讲这个邪甲这个险。
这个邪呢，就是不净；这个险呢，就是险恶，就是危险的意思。这个险呢，咱平常骂一个人讲哦，迄个人呢，真正这个险恶或者是讲这个人呢，真正阴险。这个险的意思呢，就是有一种的迄个恶毒心，有一种的想要害人的心啦。所以名叫做险。这个邪呢，就是讲伊心肝呢是歪的，心肝毋是直的。比如讲对人拢生起一种的这个毋对的主意，拢希望讲看伊本身会当骗人袂，看会当害人袂，使人再不受损失，伊本身呢从中来得到利益。所以这个邪险呢，也是内心的歹心、内心的恶心的意思。讲自性若是邪险呢，佛啦，就是众生。这意思就是讲，既然你自性邪险，也本具佛性呢，变成互这个邪险的心给包掉了，互这个烦恼心包掉了。安尼等于讲佛啦，就是众生，因为清净的佛性，去互迄个邪险的心给包掉了，互迄邪险的心给包掉了，这个佛性呢，无法度好来开发出来，无法度好来发生伊这个妙用。所以自性啦邪险呢，佛就是众生。不过对自性邪险佛是众生的这两句话。那搁再用过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讲佛性根本呢也毋是善，也毋是恶的物件。毋过呢，随着善恶之缘会发起的作用。所以佛性随着迄个邪见随着险恶的这款的心就是讲险恶的心啦，或者是讲邪见的心啦。来去分析迄个佛性，也互迄个佛性呢所发起起来变成一种的邪险的作用。这就是叫做自性邪险。安尼呢，就变成是一种众生。咱一个人啦，有当时阵嘛是随着迄个环境咱心的转变。所以这个佛性邪险自性邪险佛是众生这两句话。我在这个所在呢，会使你提出一个比例起来说明，就是比如讲，一个人呢，本来是非常的光明正直，伊呢绝对袂动歪脑筋，要骗人要砍人，伊绝对呢袂有迄个险恶的心理也要来去害人的，这呢绝对拢袂啦。但是呢，因为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在这个不知不觉中呢，所变成也去做出这个错误的代志出来。咱即嘛呢，搁再提一个更加互咱容易了解的例。比如讲，一个人呢，伊的操行本来是真好，伊呢是不贪不处啦，伊要保持伊的这个真正清高的迄个地位。身份，凡是无应该得到的利益伊绝对不会去得。毋过呢，问题就是讲，恐惊伊呢受到周围环境压迫不得不呢去做出毋对的代志来。所以你看，咱有当时阵在报纸上看到讲某人犯着贪污案件，奇怪这人平常时阵都真正清白，真正高尚为什么伊会去做这个代志呢？这就是受到周围环境所逼因为受到周围环境所逼呢，所以一个好人甲遐歹人揽做伙呢，结果变成歹人去，也去做出毋对来。但是这毋是伊本性所以定定有迄个信徒在机关食头路，在这个团体食头路的人，伊就呢有这款的苦恼。就是讲，伊本身呢是一个佛教徒，
是一个明了因果的人。当然呢，伊是毋敢去摕迄个不义之财，无应该得到的金银财宝啊，绝对伊毋敢去摕。毋过社会风气可能有的所在呢，变成讲集体呢对公家的财物去甲贪污。那其他人都拢有摕到，你一个人无摕到，伊嘛毋帮你煞，为啥物呢？恐惊你无摕到，你去甲报案啦，安尼因遮人要安怎？所以就强迫你无甲伊行共条路袂使。那你若是为着讲，这个饭碗要保存掉咧，那你就要听伊话咯。听伊话呢，你做出来是毋对的代志咯。这呢也是在社会上伫咧徛起一个真正困难的问题。伫遮所讲这个自性社险忽是众生啊。那意思就是讲自性，那去互迄个社险的心所影响着，也那呢就变成一种社险的作用。安尼这个佛性呢就埋没在众生心中。下面讲拟定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讲恁大家的心呢，那是险曲，这个险就是社险啦，这个曲就是讲冤曲。就是讲心呢冤冤曲曲啊，也有一种这个毒心只有呢，敢若想要害人的这个心理，这呢就是叫做自性险曲。咱有当时在骂人话伊无人伊真正阴险。咱讲做阴险呢，凡是叫做讲阴险就是讲伊呢外表家己真客气，看起来敢若是真正正人君子啦。毋过，但事实上呢，伊心肝呢有打真正这个歪的主意，总想要害你总想要使你受到某种的伤害、某种的损失。那这款就是社险险曲的心。要哪呢？佛就在众生中，就是变成讲你本身的自性佛就在你这款的社险的众生心的内面。下面讲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讲若是会当后来一念的平直安尼呢，众生就成佛。一念平直，平等甲率直，名叫做平直。在金刚经原来讲事法平等，无有过合。讲这个法是平等，无悬无假。其实所讲的法是什么法呢？就是咧指真理，也就是咧指佛所证的菩提涅槃，咱众生本具佛性。佛所证的菩提涅槃，甲咱众生本具佛性，这是平等是无悬无假。这个直就是讲率直啦。在《维摩经》原来讲直心是道场。所以加上讲一念的心是平等，一念的心是率直，那呢就是众生成佛。虽然在现主席的身份上你是众生，不过呢，你这个众生就在你的一念的平直心的这个所在，就会当来成佛啦。安尼叫做讲做一念平等即是众生成佛。一边讲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我心就是讲我的心，这个我就是来自高高众生的每一个人，就是讲每一个人呢，自己有佛的咧，也这个自佛呢是真佛，自己的佛呢，这才是实在佛啦。也就是讲，咱自性心中所具足的佛性。这才是真正的佛。真正的佛不是在咱所拜的迄个像，乃是在咱众生心中。讲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啦？讲自己假若若是无佛心，要哪呢？要去什么所在来去求真的佛呢？自己的心若无有一个佛心。自己若无一个佛心伫遐，也就无一个所在可以来去求真的佛。
所以下面廖作慧大师来讲拟定自心是佛，敬莫恶语。这个拟定自心是佛的，就是讲恁大家自己的心就是佛因为自己的心就是佛呢，所以唔通搁再恶语这个恶语就是讲搁再伫怀疑啦怀疑讲我的心到底是有佛或者是无就是讲咱自己必须彻底爱去相信相信自心就是佛。在团顶录有一段福州大安禅师甲毕仲禅师的这款的问答，在团顶录有伫咧讲啦，这就是福州大安禅师所问的，讲学人欲识佛，何者即是就是讲我弟子想要来认识佛但是到底倒一个是佛啦？到底佛是在什么所在？迄当时阵，毕仲禅师就甲伊讲大事奇牛灭牛啦。讲你这款的讲法呢，真正亲像迄个徛在牛的脚趾平顶你伫咧找迄只牛共款佛就在你自己的心中，你确实要去找佛你去毋是等于讲你著徛一只牛伫咧人是徛在牛的脚趾平脚边，这个脚趾平顶你伫遐要来找迄只牛。迄当阵，这个大安禅师就过来问啦，讲实效如何讲假如若是对这个佛性已经有认识了，又是如何呢？毕仲禅师就甲伊讲如人骑牛自驾。讲安尼呢，就参论讲你这个人骑迄只牛已经骑长甲恁斗去啦叫做讲做如人骑牛自驾。大安禅师又搁再问咯，讲西将如何保任这个西将如何保任的意思，就是讲头到尾这只牛边要甲看过这个意思就是讲，那这个佛性要如何会当好来甲护念呢？毕仲禅师甲伊讲如牧牛人即重事之，不能犯人妙觉。讲就必须摕一个叉这个牧牛人就是讲你伫咧顾牛的这个人，看牛的这个人，摕一支迄个叉呢，甲伊看，甲伊顾掉咧，唔通互伊去共偷食猪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讲佛性咱本来有的物件，也如何使这个佛性袂去受到外表的染污言，也影响到来去做一寡这不该做之事呢？毕仲禅师对伊开始的披露就是讲，你爱看过你的佛性，就亲像你是一个看牛囡仔，也摕一支迄个车迄只牛甲看好，迄只牛看好呢，毋通去食人的猪啦。现在是这个水牛是愈来愈少。那是在几十年前呢，一般的田庄人伫咧耕田拢用水牛，有一只水牛来犁田，安尼因兜那算讲普通啦，也会当过去啦。就是讲会当甲人徛起毋是一个善车人。迄个牛若是伫咧耕作的时间，当然伊是爱做甲要害去。毋过工课做完伊无代志呢。那时间拢有通佚佗，也做田的人呢，必须爱有一个专门伫咧看这只牛。早时看出去食草，到要到看倒转来；下晡时佫看出去食草，要暗佫看倒转来。带看这个牛去饲草，但这个草呢，残花草直直压，直直压到直直无去直直无哇，即嘛猪大丛迄只牛呢？你若是无甲看好势好势伊即马看你无咧看呢，目睭足急安尼刷一个，哇！迄个猪呢，都去食去。所以看牛囡仔呢，
一定要摕一支车啊，也一直看伊食草，爱甲看条条，袂使你啊，互伊去偷食人的猪仔。事实是即款的咯。啊，咱伫咧保护咱的佛性嘛是甲你共款，就是讲咱即个佛性爱保护花条，毋通有一念的邪念啊来升起，毋通有即个一念的邪念呢变成啊来去攀缘了六定的境界。迄当时阵，即个北洞禅师安尼甲伊讲啦，即个大安禅师啊就了解即个道理。了解即个道理了后呢，当然伊就无搁再向外面去追究。为什么即只牛是互伊徛掉了呀？啊，就是讲佛性在自心中啊，要对去找分啊。所以到甲以后啊，伊上当的时阵就安尼讲，我大安呢，在龟山30年来，食的是龟山的饭，放的呢是龟山的屎，但呢无学龟山的禅。讲我呢只有啊，伫遐看过一只即个水牛，啊，即只牛呢，若是走入去迄个路里草啊所在，去共吞人的猪仔啦，吞人的草啊啦，就赶紧啦，甲伊牵出来。假如讲若是偷食猪仔呢，就用过迄个车甲讲，也既然甲雕刻真久啊，也可以讲就是已经毋免搁再甲伊雕刻，已经教乖啊啦。现主时呢，已经变做一只落地的白牛啊，常常在外面头前。将近呢，路经经地，赶也赶袂去。这是大安禅师以后上当的时阵所讲的话，就是讲我在龟山住了30年，当然伫遮食的就是龟山的饭，所放也是龟山的屎，但确实呢无学龟山禅。事实上，伊讲无学龟山禅，正就是伫咧学禅。啊，咱因为学呢，就是讲伊啊，只敢只有敢看到迄只牛。那只敢伫顾迄只牛呢，就是伫讲自己敢嘛，拢敢若伫咧回光返照来照料自性。使即个自性啊，会当好时时刻刻，会当好保持迄个正念，毋通有一念的邪念生。所以呢，若是落入去即个路边，走去即个别个所在去，甲牵出来。若是要共食人猪仔呢，就甲伊讲，安尼呢，甲伊调伏。迄个牛呢，嘛是要慢慢教。那迄牛仔囝呢，伊都看慢，即嘛看到青青都食，迄猪仔伊嘛甲食，啥物物件都甲食。但是你呢，伊若食一嘴来讲一个啊，后摆伊惊着讲，迄个物件袂使食。伊就知影讲。田花的草是会使你食，田内底猪仔是袂使你食，就调伏咯。那这就是咧，譬如讲，咱众生本来就是心高意马安尼扑扑跳，也必须调伏到尾呢，变成啊功夫就顺畅。所以到现主时来，已经就变成一个落地白牛。这个落地白牛意思就是讲佛性已经显现了，而且呢，常常都拢在面头前。将近呢是路经经地，就是讲每一日从早时起到暗时，长夜落时啊，那么这个佛性呢就显现在迄个所在，赶袂去。就像讲迄只牛已经该饲真久啦，都对这个主人，你要甲赶走，伊敢若要对倒转来，该共款的意思。就是讲佛性呢，就永远就是随在你，随在你的这个身上，袂离开你。这段只是传承录内底讲迄个福州大安禅师的一条公案。咱即下过来讲到倒，六祖慧能大师呢已经甲咱讲个真清楚，就是讲自心是佛，咱自己的心就是佛啦，敬无恶意，毋通呢，搁再去怀疑，毋通怀疑讲人有佛性我毋知有佛性无。假如讲你若是生即款的怀疑的心啦，虽然是讲有佛性也等于无。安尼你要来修行成佛，那就非常困难。所以，请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